春節過後，部分家長會以幫子女支付學費或以儲蓄為理由，將子女嘅利是收起。可是，幫助子女建立或加強其正確嘅金錢觀念係非常重要嘅，因為咁將有助於子女喺未來生活中做出明智嘅金錢管理決策。家長可以運用子女春節期間收到嘅部分利是嚟鍛鍊子女嘅理財能力，培育佢哋正確嘅金錢觀念。首先，讓子女了解貨幣同金錢嘅價值，係培養佢哋良好理財觀念嘅重要一環。以下幾種方法可以幫助子女了解貨幣同金錢嘅價值。認識金錢。一、教育貨幣基本概念。從子女年幼時期開始，便可以向子女介紹貨幣嘅基本概念，辨認唔同面值嘅貨幣。父母應解釋貨幣係一種用來交換商品同服務嘅工具，以及佢代表嘅價值。透過簡單嘅例子同遊戲，幫助子女具體理解唔同貨幣嘅面值同用途。二、善用生活中嘅教育機會。家長可善用日常生活中嘅例子嚟教育子女有關貨幣同金錢價值嘅概念，例如同子女一齊購物嗰陣，可以解釋價格同成本嘅意義，以及選擇性消費嘅重要性。同時，鼓勵子女參與小規模嘅家庭預算同訂立儲蓄目標，讓子女體會到金錢嘅價值以及理財嘅重要性。三、玩具貨幣遊戲。家長可透過遊戲同模擬活動嚟教育子女金錢價值嘅概念，例如可以俾子女一啲玩具貨幣，俾佢哋喺模擬嘅環境中進行購買同交易，體驗到金錢嘅有限性同價值，同時可以幫助子女學習做出選擇，設定優先次序同管理資源。四、培養節約同儲蓄嘅習慣。家長應鼓勵子女培養節約同儲蓄嘅習慣，可為子女設立一個儲蓄罐或銀行賬戶，俾佢哋存放零用錢或收到嘅禮物。同時，亦可設定短期同長期嘅儲蓄目標，例如當子女有想購買嘅玩具或想食嘅套餐嗰陣，鼓勵佢哋透過儲蓄嚟實現。咁樣能讓子女持之以恆咁儲蓄，學識管理自己日常嘅零用錢支出。良好嘅儲蓄及消費態度。正確嘅金錢分配。當子女掌握基本嘅金錢概念後，家長可協助子女建立正確嘅消費觀。家長可舉出具體嘅例子，教導子女認識何謂需要同想要。需要泛指日常生活上必不可少嘅事物，例如食物、電力或書本等。想要則係購買前需要三思而行嘅嘢，例如限量版玩具、零食或好睇嘅文具等。家長喺子女購物嗰陣，應教導子女先考慮自己是否需要呢個物品，避免子女養成亂使錢嘅不良習慣。家長教育孩子金錢觀嘅注意事項。家長喺幫助子女建立良好嘅理財觀念嗰陣，可以培養正確嘅消費習慣。呢啲習慣有助子女反思或管理每月嘅金錢運用狀況。一、需要定下固定嘅零用錢金額。零用錢嘅金額唔需要太多，但定下一個固定嘅零用錢金額，有助子女學習如何管理呢筆錢。咁讓子女可以學識如何儲蓄、計劃同做出選擇，同時都可以避免隨意咁給予唔同的金額。二、存款與支出記錄。家長可教導子女記錄佢哋嘅存款和支出，鼓勵子女善用筆記簿或網上嘅記賬工具，先訂立預算，再記低自己的開支，睇睇自己嘅錢使喺邊，並從中觀察是否按預算使錢。如果沒有，可與子女商量是否需要調整預算，咁可以幫助子女了解金錢嘅流動同管理，並視覺化佢哋嘅金錢運用狀況。三、消費意識教育。家長喺購物前可引導子女訂立購物清單，以避免購買不必要嘅物品。喺同子女一齊購物嗰陣，提供一啲引導同教育，例如教導佢哋比較物品嘅價格，尋找優惠同考慮價值，
共同討論購買嘅選擇以及後果，俾子女理解購買決策嘅重要性同影響。4. 預先教育孩子使錢嘅原則，教導孩子財分兩份嘅原則，包括儲蓄同消費，都要提醒佢哋喺有限嘅金錢下，難以滿足全部嘅慾望，所以需要教導子女分辨想要同需要，喺購買前應先考慮清楚再消費。5. 預先與子女約法三章，雙方共同訂立一啲約定同規則，可以幫助子女建立責任感同自律能力，例如零用錢要量入為出，遵守預算同記錄開支等。呢啲約定可以幫助佢哋建立良好嘅零用錢管理習慣。6. 將零用錢與責任分開，有啲家長或會以零用錢嚟獎勵子女做家務，或者與學業掛鈎，用錯誤嘅方法令子女變得只為錢而做，長遠會扭曲其對金錢嘅價值觀。反之，家長要俾孩子明白自己作為家庭成員需要承擔一定嘅責任或為家庭付出，而非貪圖金錢獎勵而做。家長可以肯定同感謝子女嘅付出，或以非物質嘅獎賞作為回報，例如同子女共同完成一件小朋友想做嘅事。最後，家長應成為良好嘅榜樣，以身作則，展示正確嘅金錢管理行為同價值觀。透過持續嘅教育同引導，幫助子女建立健康嘅金錢觀念同良好嘅理財習慣，將對佢哋嘅未來理財習慣產生正面嘅影響。